我哋唔需要返香港，只需要2個步驟，喺網上由1年嘅 plan 轉過去3年嘅 plan。無論你係本身裝咗3年需要續約嘅 plan 又好，又或者好似我咁要轉 plan 呢，個操作呢都係一樣嘅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如果有 follow 開我哋嘅話，都知道我哋一直養住香港嘅 number 就係用 Lucky SIM 嘅。咁早前呢已經拍咗2條嘅教學片，教大家點樣喺香港做一個攜號轉台嘅手續。大家有興趣呢都可以睇返嘅。咁今集呢就會同大家拍一條教學嘅片。就係講返，如果我哋身在外地，無論係英國、加拿大、澳洲，又或者其他香港以外嘅地方，你需要續約啦，又或者轉 plan，你究竟上網可以點做呢？咁我講返我自己先啦。咁我喺上年4月尾呢，就做咗一個攜號轉台，咁就將個台呢轉咗去 Lucky SIM。咁我喺澳洲生活咗大概1年呢，一直都可以收到香港嘅 SMS 嘅。話說呢，我上年嘅時候，我 join 嘅 plan 呢只係1年，因為呢我唔知道喺澳洲究竟係咪真係收得到，同埋收得好唔好。用咗1年之後，我今年就決定將呢個 plan 呢轉咗去3年嘅 plan，因為佢性價比呢係高好多嘅。咁今集嘅教學呢，最重點就係我哋唔需要返香港，只需要2個步驟，喺網上由1年嘅 plan 轉過去3年嘅 plan。無論你係本身裝咗3年需要續約嘅 plan 又好，又或者好似我咁要轉 plan 呢，個操作呢都係一樣嘅。首先我哋去咗 Lucky SIM 嘅官網，然後睇一睇我哋個 plan 幾時到期。咁我哋可以先撳查詢用量，然後再入返我哋登入嘅資料。一入到去就發現我張儲值卡呢就會喺4月尾，即係今個月尾到期。咁我就要必須喺到期之前呢去轉 plan 啦，又或者續 plan 嘅。咁我哋發現喺左手邊呢有一個選項，增值方法呢可以俾我哋買增值券。但係呢，我曾經去過門市問過 Lucky SIM，嗌佢哋幫我做轉 plan 嘅手續呢，佢哋一律呢都建議我淨係喺網上去做，就唔好買增值券，因為呢增值券呢個面值呢可能係50蚊，又或者係100蚊。咁我哋當買咗增值券嘅話，假如個 plan 係138蚊，我買咗150蚊嘅話，買完就會剩翻12蚊。但係如果我哋直接買嗰個 plan 嘅話，我哋只係需要俾翻138蚊，就唔會有一啲餘額裏邊令到我哋唔知點樣用嘅。最重要，如果你買咗儲值卡嘅話，你必須要喺香港嘅境內去打翻佢指定嘅 number 咧，去進行一個增值。咁我哋已經實測過，如果你喺澳洲打翻去香港指定嘅號碼咧，係打唔通啦。咁呢個方法咧，亦都有第2個最大嘅問題，就係即使我哋已經成功充值咗，但係喺陣間咧，你可以見到俾錢嘅時候咧，我哋根本冇一個選項咧，係可以用翻我哋戶口嘅餘額。變相呢個方法咧，只可以喺香港嘅境內打翻佢哋指定嘅電話號碼去買翻指定嘅 plan。大家記住留意翻。當我哋查完儲值卡嘅到期日之後，我哋可以去翻 Lucky SIM 嘅官網，
然後我哋可以根據自己嘅需要揀返最啱自己嘅 plan。咁我自己睇過 Lucky Sim 咁多個 plan，咁而家暫時最抵呢個 plan 呢，就係3年包咗15GB香港本地嘅數據，同埋喺香港通話分鐘呢都有達到1000分鐘嘅。咁呢個 plan 呢已經係足夠令到我哋就算身在外地呢，都可以收到香港嘅 SMS 啊！咁揀好之後呢，我哋而家就撳購買啦。咁去到呢度登入方式呢，佢就有2個登入方式。第一個方式呢，就需要你拎翻你張 Lucky Sim 嘅 SIM 卡出嚟，填翻8位數字嘅 CCID 同埋你個電話 number。第二個方法呢，就簡單得多。如果你唔見咗張卡，你就可以揀呢個方法，先填你嘅電話 number。然後再填翻個驗證碼，登入咗之後再填翻你有冇一啲優惠碼，如果有嘅話呢，你就填埋你個優惠碼，跟住我哋就可以去俾錢。佢都支援好多唔同方式嘅 payment 方法，以我為例，我就用 Visa 嘅形式去俾錢。當我撳咗 Visa 之後呢，佢就會 pop up 咗呢個 screen。咁我自己咧都有再睇多幾次。如果我哋揀 Visa 去俾錢呢，正常係會 pop up 咗呢個 screen。咁我哋咧雖然唔係用 PayPal 嘅方法去俾錢，但係咧我哋都需要撳 PayPal 付款，再撳 Pay with a card， 然後入你嘅 email。之後再填返你信用卡嘅資料，之後我哋就可以見到成功付款呢個版面。咁之後呢，我亦都去返查詢用量呢個版面，睇返究竟我嘅到期日子呢有冇去更新。咁我自己呢試過，如果你即時登入返嘅時候呢，系統呢係未 update 得切嘅。你大概咧需要等翻3至4分鐘到咧，個系統先會更新翻你嘅到期日子。今條教學片就去到呢度。如果你睇住我哋嘅教學成功 renew 到你個 plan，歡迎留言話我知。走之前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